人的成長過程是怎樣的？人的成長會經過不同的階段，嬰兒期、幼兒期、兒童期、青春期、成年期和老年期。我長大了，我的能力有什麼改變？我長大了，我會自己做更多事情，例如刷牙、收拾書包、收拾玩具等。我可以做到每件事嗎？做得到的事，我會自己做；不會做的事，我會用心學；做不來的事，我會請別人幫忙。每個人成長的速度不同，我們應該怎樣面對？每個人成長的速度都不同，我們應該接受自己。我是小學生，從幼兒期進入兒童期，我學會照顧自己了。每個人的成長速度都不同，要接受自己，不要與別人比較。